那已经等好了后，即马台南的中亚艺文中心让两档了后，佮邀请外国的艺术家来这个所在。这个是邀请南韩的艺术家李文淑，可以运用七彩的阳光线材，布置出有视觉效果大型的装置艺术。希望透过这作品分享伊和台南的感受。甲发光的线材引电做伙，甲伫无共的材质顶悬，设计出一个搁一个相当棒的装置艺术。台南的中亚艺文中心，当两档搁再邀请外国的艺术家来办展览。即届来参加的是南韩的艺术家余文术，伊伫满岛待2个月，体验在地文化，甲伊所看到、听到的故事变做作品，办展览分享给民众。因为疫情，然后睽违了2年。那今年呢，首次接待南韩的艺术家李恩淑，特别来台湾驻村。那他的作品呢，主要是以荧光的线材，然后还有亚克力呢，跟紫光的照射去做创作。270岁的艺术家余文术，本来是以传统车术的方式来创作，不过30年前发生一个火烧事故。依靠医疗的帮助，家己意志行过人生的关卡。使用发光的线材、灯火的变化技术创作，甲意外当作灵感，透过艺术传达人甲人之间温暖的情感。这2年呢、我们台南空山季有一些光节的举办，所以他这次呢来台湾的做这个荧光的创作装置艺术呢，就还蛮被讨论，也蛮被肯定的。余文术住伫台南2个月。毋但学到满台风景介水，佮甲透早来展览园区运动的民众真做朋友。伊讲台南互伊真侪力量，通继续创作。中亚艺文中心表示，这个驻村新歌展会一直办到8月27，欢迎民众来欣赏，看艺术家安怎用线材来讲伊甲台南的故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